遠洋新天地咧，而家加推23、24、25棟，咁分別係2梯4戶、2梯3戶，其中有嘅戶型就係90啦、127啦、142啦3隻戶型。咁其中我比較中意嘅話咧，90方同埋127方。接落嚟就睇睇90平方呢個洋班房究竟係點樣呢？洋班房大家就睇完啦，咁唔知你中唔中意呢個2房1衛呢？咁 OK 嘅話，咁記得喺評論區話俾我聽你嘅意見咯喎。好，我係老新，咁今期到呢度，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